全台湾的学校雄雄停课了后，本地一寡菜色要予囡仔做营养午餐的，真是要消对倒位去咧。新北市的农业局甲一寡农会也当咧推出家庭菜色包，内面有青菜、水果等等，民众会当利用网络，也是甲农会来助本。农会人员无用咧甲有机的菜色甲果子装落箱仔底。新北市政府结合市内11间农会，咧推广家庭的料理包。 替原地甲市府合作，提供学生营养午餐，小规模的农民找通路。要甲因为顶礼拜雄雄停课，消无路的菜色甲果子拢销出去。第一次遇到这种就是临时取消没有办法送菜的状况，因为现在是夏天，所以蔬菜其实它比冬天耐放的还要更不耐放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除了农业局的这个方案之外，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推我们自己淡水这边的客人，就是有宅配的服务。 伫淡水咧做有机种植的农民表示，原底伊是提供新北幼稚园咧食的菜色，真无拄好拄当着全国学校停课，国务里长都要另外想办法。目前除了参加市府的行销，伊家己嘛用网络来销这的青菜，减少损失。也那邦桥农会嘛表示，因为户外的小农市场即嘛冻店，看到民众去卖场，小济要买青菜，所以配合市府的政策，才甲这的菜色甲各间农会农产品争相出货。 民众会当伫网络顶注文，指定时间分配来加这菜，减少群聚的风险。我们是采分流的方式啦，那我们尽量不要让它进到那个超市里面，那就好像一种那种麦当劳那种得来速的那种观念，你只要开车或者骑车到我们超市门口，那我们在超市门口就直接可以领货。新北市农业局表示，新北市的农民供应予国中甲国校的有机菜色，平均一礼拜有3档，目前注文的情形拢袂歹。 另外，部分有合作的农民是为外县市来的，嘛拢有相关的农产品伫行销，希望外界会当互这农民一寡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